會選擇啫嘛。我都好想好似你咁，得閒跌10億8億出嚟做下善事，一陣開間公司又話賺100幾廿億。但係呢個世界有樣嘢叫同人唔同命，冇計啊！我同你一樣都係唱，不過大家唱方式。我邊有咁多啊，大佬？時代雜誌富豪榜你排第8位，咁你想要幾多？你咁爽快就10億？你話咩話？10億？10億？你唔好去搶。偶爾倦透倦極，或會說負累。每每念到是熱愛，卻灌醉。歡呼聲時常衝擊我，教我踏步不畏懼。縱有困難，亦要拼命追。又唔好叫我去做真，我今日所有嘅嘢都係靠我自己努力咁得翻嚟，際遇嘅嘢，有時要靠自己爭取，唔係可以不勞而獲。我打個折頭俾你，收你10億3800萬，又生又發，夠晒意頭啦啩！人生好短暫嘅，眨下眼啊幾廿年過去啦，要發達就要靠自己，唔可以靠咩六合彩啊多保獎嘅。我話俾你聽啊，呢個世界錢係最重要，冇錢咩都唔得。我唔會忍受自己冇錢，我要用自己條命嚟搏一鋪，做一啲其他人唔敢做嘅嘢，喺最短時間之內揾最多嘅錢，呢啲就係我人生哲理。